刚正个家人同志呢，是我不是常福啥个御用心。其实呢，文化大革命当中我睡觉长沙，谁是多干发动，长海下来困了后台上灯上要后半日天的了。分3、4年把教是再爱一点，对么我来在西亚斯特的，还不为经家来参加20岁。刚我喉咙也是怒，也是哭，也是想耍个抢糯米豆子他们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。真正喊上是一怒一喊么呢？后头老牛生来是么？真正名副其实。今在是一位上之风吕为定刑，洛阳在自焚必正。为自活定真些这样个终身，新牛自家刚牛不怎么马身对看，做一个世纪动儿。真正的6个女士加松虎为民上党里记了写下，尘土中山，留来也门写家叹气终身。活定真些家虽然心里想是心牛，但是难开得出口哟，所以担待了自家的内房。但是人不能进去，等那个牙齿多细走。哎呀，心里想真是乌拉不吃。嘿，2个人那龙江的辰光，就近带来着。啥人么写条边浪向个屋头吹我。这些球队来这个屋路，刚正写条愿意努力敞开，你来在医生嘛？这个了分屋里，那让牙齿听比较，叫谁听下了嘿？现在你个还写条龙江子，这个呢，眼睛够得来，一口个多10人得了外头是那种样子么？但还要写出来，看上去真这个当婚事了。也我来帮忙着，再让他面孔一白么，让我来好好的多10人。喂，好心啊，你得给他送货送至半日在，哪天让他来让夫妻之讲，给他上哪户了？你还是这个鬼王呀？你这个多周细的走少个你的，这个去啊，让我进去。是。分别正科技的崔姑娘来么想今朝是比这样子，那一来是谁叫终身不肯脱走，那是没办法，只好慢慢讲退下去。崔姑娘人大得理想，可你这条面孔长得羞红了，这当风险的高起高矮呀，还在讲小头一还在讲哟，现在一口不秋中书来着。哎，青蛙，哎，真是那只是雨谁的归来？哦，那就是俺半夜天刚刚上来啊啦。哎呀，还是的嘛，你刚正自个也去说，怪得在我的武器弄说的。那么呢，哎呀，炉子嘛烧起来，水嘛烧起来，今朝不知哪手给这炉子啊，一直煨了煨，这点水嘛烧到现在分散开个。这个的说话分派，我武器是半日天才，你得好心2个人讲讲，我是一句在分听见讲啊。姐姐一听没，我当初有骨头了开我啊，翠花，你在家说什么啦？你说啊，这些条妈妈为也搞起搞哎，哪个真是我话谁晓得了嘿？来着讲，你个这条在外头个读书人。来在是爱慕的，现在你不好意思开口，跟让我来帮忙我。我说但是我也帮忙嘛，要你这条开口谁讲么好？我家是谁识字，留来搭起3条稿子，可是我也吃不是干。到了1周年的，现在身体不出来嘛，带着外头个文笔症。喂，阿头来你过来，你摆过来，我问来。你在这少这样人家，心上且上，大概得来到底为啥个事情？你来了这个事，你就是不来这个说话，三光农业不客气。有你呀，你奶娘，你这你在
些呀，你你怎么来得干呀？啊，你还是排队上了你妈不个？啊，人家之间讲兵的，弄得该到事体该搞什么讲了该到兵了该到啥？你回风无虑呀？你不来的是该都来到你了，哎呀，是时候送过了举杯啊！哦呀，别催我妈妈，你不要跟他凶呀！你看呀，我倒是你觉得来我的家伙出来去，哎，催我啊，你来呀！我还是在催我啦，现在你催我做啥啦？催我，哎，你须得对他许此。这不会对你这个，我对你特凶在，你还是这样也不舍得给俺啦。呀，翠，那么我也慢慢听上个了。翠娃，你口气下他之后需要什啊？儿子呀，侬晓得管，你们排队上了你妈不个按照你是你们家兵哇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啊，对，马带你父郎给之名，结婚行，你结婚行呀？也不对呀，还不是个，不结家兵，不结婚行，那么你到底啥子样人？小的是不晓得咋？啊，翠娃，哎，这个呀，他非是大人，乃是真下分身，红衣公子。落压在此，分别真呀！哦，好牛来的本高的来别真啊！呀，翠，哎呀，难听像是个老把语子干了，须得走礼。哎呀，还是这样呢，你来我都比我真大比起分别真，说的男孩，人家是个我，是这个女嘛的里结把姊妹，哈哈叫他家里的三月，今天来这个分别真嘛。我来这个分帮来不真啦，呀，翠，哼，还是这样，口上去给桩事体是，你不瞒弄着哇？哪个瞒你？怎么谁叫呢？你不瞒我嘛？小头的还不瞒你在？哈，你啥子听不疼我了还？翠娃，真呀，小姐啊，你刚才喊我后头松树，我拦着割出面的，你吃茶是假，你喊我门里是真，谁敢来在我的东屋里，用了外头听不讲，谁听好了嘿？那不真正难为的，弄大家的身体在不里听得起呢？翠娃厉害，他就这么一例子。你自个晓得呀，秋啊，我跟你俩你也还得来让自个姊妹啊，随便上了不瞒呢，上了今天也没听我讲。姐姐啊，哪能那么才晓得？若让大孩子分别真，为子你这条终生的来个，那么姐姐啊，你心里想还是牛了？秋娃想到大大泪如千金。怎能此定终身？哟，礼物提这个凡事定终身的。孩子呀，就在这里先什么口难吃，走这个礼物提针，自家欢喜的人们反托终身。哪个来么？在我的哪个是死于在？还是侬欢喜里到不里面，那就搞不里子啊！孩子这样那你有没有真正不孩子？不说我那里说，本乡公为你这个吃口水，肯走的东儿，这个东儿你这个下来，真正不容易噶，姐姐。
举，灯下走分沙，隐隐的不离子虽终身大事，总要奉某之命，没法之意。随我一听我应该没去与什么噻？说听了三条已经答应了孩子，真不一个落上事，可是想定心，也美人呀，可美人嘛，我来做还做。我以人的美人关，现在也美人啦，这个比刚给，我去海里请个美人，这里请个美人啊！我要崔姑娘追得这么结快，收拾崔我的脾气呀，热心热度上，那么也真当二事。喂，本公子啊，哈，分别就哎呀眼个了，刚刚嘛对我凶了了，现在喊我本公子客气的了，大家马上再讲奴女的事情，在讲给你听个子。是，走。本相公啊，你为你还是一条终身的来个，是听我的意思吗？这个每个人啊，挖空读书人这个笨，聪明一时嘛，懵懂一时，三条个身份呀，随着俺各终身嘛，也不好意思。这个我干你，还是去听个美人不报。美人一等嘛，你谁叫马上答应呀？别真主你的说个的定我话不懂。你要晓得听美人我该当不清楚吧？娱乐嘿，对呀，为主洛阳，可是几龙家神光来不及，我拿北分就有了，这个。这条北洋美人根本让我别着一点意思吧。我们来请知风做个美人，那么说起来知风做美人嘛，不会开口的咯。不会开口的美人最好，会开口的美人不灵感。为什么？跟美人对也是巨无，叫巨无美人，巨无美人。一个么是对一个。那故事那个美人宝宝贝也是救不是救不到位的成功。谁呀？你托我做美人嘛，我真是一直抱了心了。我是中心西心，但你不是得一位三角真正喊的嘞，呀的喊，面孔是憋住的嘞，我个脾气是温柔的嘞。不过那呀喊，有一样没有在你钢琴上。各位三角的眼睛那么三位鱼，一点点毛病的。眼睛那有毛病，口得吃叫口得吃，口不吃，一点点口不吃么没好。神功八大周天送着东方天发进一口嘛新娘娘这是个好字哟。贴起来现在美人在里讲我男在这里是清爽官，眼睛上有点毛病，你问我口得吃，我对你讲得清清爽爽，口不吃，一点点口不吃，哈子哪是一点点口不吃的呢？像
那不那么老在这上是俺个头名当，所以未开口的美人不灵开，我还是吃风吧。吃风不未开口不严谨，让我一笔得口做一首诗吧。谁让那人过来马上不着跟随身子上头顶之后，自头拿出来扑过哈，猛的没用，逼他气客，推得必把，动一动脑筋，做下一首诗。等到别过一过，没得吃歌。伙计只手把崔姑娘请离送到里向，奔着三条口。崔姑娘落上伙计子接到水里嘛。大洋马场个美人的名字啊，小了个上头，根本没喊。现在等一等我谁来讲？一路真的一路拉黑。喂，黑姐姐，美人不过来追。呀呀，好不了，毛毛莎莎，你拿冲在我道路上来了。哎，翠娃，许不让他进来。大给你来在带了噻。啊，什么人呢？人啊，人啊，不是俺快进来，可不？那我归这里听美人，你提起笔来做一首诗，一张花笄子呀。呀，翠，不能一好得来牛来张纸对，拿来，我看。眼睛再过来，对上边一口嘛，兄，这两个字漂亮啊，真是为龙飞凤舞。下下一首诗，宫中四句，上头四个字打了一段，知凤为美。哟，翠娃，每日一首定对诗。你这个定对诗，现在你改行我改，定对诗嘛，就得扣上头几个字，拿来扣扣呢？美为凤之，现在你为努力的凤之家呀，翠等得嘞，看得大可在，知凤为美。呀，这个嘞，定得扣出来噻，知凤为美。你家知凤做美人啊？是啊，大美还改。为来为去写到三条上知凤引起惊家的事情，知凤做美人们来得个喊了，还是一件啊？那还答应终身长，美人啊来在，人马看见在，这个多人多义，为了三条肯吃个那心口头，各种人的家里不会的。